啊？对啊，人工就低了。对啊。来，这里。请的儿子辈前到鞠躬，问到鞠躬，莲师晚安。莲师晚安，请坐下。可以，我可以。那么当然是咱领你们先拖入吼，我第一个伊看到伊个 PPT 吼，我就想要甲建议，伊啥物嘢问题无变样，伊相边仔看个观感吼，无介理想，因为咱要做 PPT 就是要辅助你工作，那么就是要互咱浅显的看了会欢喜，啊，佮有。咱字的大小应该免遐大字吧，因为咱有几篇吼，都偌侪字，但是或许我们做 PPT， 大概我们的字体的大小应该在60之内。就是你看几字，你看中的，或者是10，因为你用安尼的字应该是差不多70字啊，差不多70字，所以呢，安尼可能会较大。你若讲时间。差不多44、48，加无长，你就做大，你看你的资料，因为你的资料一定要有一个整体性，就是讲你讲啥，我就是要讲什么重点，那么当然，伫咱领一开始呢，你的前言内底你讲几个故事，那么你这个故事内底，我是感觉讲，你会当来写下，就是该标注在你是讲啥物故事。你有讲几个故事嘛？历史故事，你小可来点者，看人物是啥物，还是这故事的名是啥物，安尼听的人会足清楚。因为影片资料，你的口头禅足侪，所以，有一届互我刚开始咧学习的时阵吼，互我去先讲课，互遐阿兄交阮查某囝做伙去咧学习，伊台骹伊就甲我说。一个录音带，伊讲婆婆，你今天讲了21个那么，为什么咱来讲那么？因为迄互我第一次讲迄个资料，因为你在讲资料，你就是甲对你的资料无足关心，你就会口头禅。咱这口头禅伤济，等于人听起来吼，就会袂足顺利的。所以咱会当口头禅减少起来。你一定有因为啥物甲所以嘛？你拢足侪句的所以呢，这可能是爱慢慢去改。因此，正讲咱听道理，咱咧学讲课的时阵，爱甲录起，家己大厝面的文档，帮一张小帮个 PPT， 录起了，你家己听，听了你对一句会足济的时阵呢，你就要开始记。孙仔伫台骹我无记听呢。在他的语稿上，今晚刚刚要罗里搞我公婆婆，你今天说了21个那么，而且咱来讲我一个那么，因为我的资料无熟，你注意听这个讲述，伊若做者，伫咧想的时阵，就会食，所以那么，迄个时阵你口头禅，咱慢慢改，若佫有咧，互我，伫咧讲拖类原因的时阵即第4页。就是重要来在天所做的业，这我拄则有疑惑，就请问所以你讲的出国去，咱你就想讲我出国去去做啥物业？因为人讲伊早做啥物团带伊就咧大约找小姐对，是讲找小姐，你会当直接甲讲出来所以呢，而且互人了解就讲。回风天啊，晴天啊，遮啊，一样，我的疑惑，你国家所做的一样，这点比喻，那么当然你下非常所做的就是咱国风，咱人相处中间所做的，
家里吼，家里，咱是毋是会当家备注一下？吼，你家里离不开亲情、经济、子女，啊，若阮困到公婆，哦，这个都把它家己小可用挂号过，安尼你咧讲较清楚。你讲的时阵，我嘛听较会清楚。哦，啊，若以后较拢互我拢安尼做啦。啊，你咧讲的时阵，足简单来知影讲，哦，啊，当初咧讲啥物？哦，当初咧讲啥物？这是咱互学这建议啦。那么当然咱今日呢，咱主任呢，甲咱分享的这陶渊明这诗。那么当然咱咧讲心外公啦，心外公的资料爱搁有修内圣啦，当然内圣外王如果兼备是最好。但是呢，咱迄天无法已经听咱神明这讲心外公嘛但是呢就是，但是无例外公。例外讲，但是例外讲伊讲的就是要去度人、写佛堂所有的功夫，因为足济咱的兄弟姊妹唔知影要安怎去度人，所以伊讲呢，伫咧资料内底讲较非常的清楚，互法外头我看拢无人去拄有。啊，这就是讲咧讲的是，大家拢咧学度人的方法啦。伊甲讲的资料内底拢是度人的方法，啊无就是要去奉亲的方法。他就很实际的教兄弟姐妹这个方法，所以互我感觉讲例外讲也是主要嘛袂歹当然是内圣外王要兼备是最圆满，但是伊讲的咱这边去成全阮就是要咱兄弟姊妹当行外公，那么去行外公就是要还是大人还是咱父亲读书会迄天人伊讲到呢，会使讲就是咱即阵道场所做的工课。那么呢，主任甲咱讲当然你是文学素养较好，我惊看你下班书我都惊一条所以讲，这个人术业有专攻术业有专攻这陶渊明的诗不是每一个拢做学去欣赏所以咱像咧读大学，查某囝读中文系的伊惊一本诗经就读甲规本册，我甲借来看，拢有注解。因为伊读中文的，就是咧读诗经。诗经就是诗人以迄阵的这情境所抒发出来的内心话。那么当然，拄则咱小读就是咧接触陶渊明这诗的时阵，伊有时有迄抱负。那么为什么迄阵伊活动伫生活？因为道本伊1000几年的时阵道搁本的。那么道搁本的时阵，伊要去求道是无可能，因为道不传流命，这是伊。来到有志时阵，能够来去早，不如像咱安尼咱来去读。那么伫遮，或许是觉得您的分享也很好，那么当然你若要小咧头我，你就要用一个资料夹来先考入去点来就写出来，因为无我敢若有的讲书若要用偌一个资料就去跳出去安尼人咧听课的，人讲袂做相拍像阮即摆互学虽然袂晓，可是我拢会请少年像互学拜五呢，要来宜兰分享爬山的因缘呢，伊甲互我讲叫互我爱做资料，爱做 PPT， 所以互我会知影呢，拼甲下暝头拢无平种伊来拼好，但是互我要考迄资料我袂晓只有着去请少年嘛，免叫咱请少年，互咱咧讲解的时阵会咱愈圆满，就是可能愈容易了解。安尼，因为咱讲书。就是要来天顺替天明道咱的职责使命就是安尼。那么咱一定爱，既然即摆有 PPT， 咱就爱想办法要如何来做好势。这是咱，但是我感觉讲，当然咱嘛，这资料嘛足好，因为这是有些学，因为囡仔已经比咱多1650人那么1650人伊的时光背景。无啥共款，要来研究经典共款。那么诗人的《诗经》，它是适合那时候较无，咱讲即阵人中间的竞争，搁西方一下搁道德如梦的这个因缘内底，你要如何来落实活王养伊？这是爱花中再炼花会较困难会较困难。所以呢，这是我方呢，遮甲咱分享所以主要咱分享的资料嘛，真好。就是会当去甲用较圆满，用
较完完啊，大家会较容易了解。这是我看是简单分享。其实咱讲书就是咱道着个灵命。讲书会好甲歹，有法度地天线替天行，着讲互人会当了解了后，会当真正向心办道，专心来办道、修办道。就咱即阵咧讲整个祈雨也好啦，疫情也好啦，要如何？因为道因业教，业由心教。拢伫即因缘内底，为啥咱个祈雨？为啥咱？因为咱讲人也要照天理，咱天就要照家己。所以即个讲即么济业，即么济业是咧淘汰的。而且咱护法下晡接到护法5月22号的资料搁换号召练琴重发心愿。护法资料即摆是改一课，因为咱蔡经理呢可能身体上甲医生我看先互别人准备无到时伊会当参访，但是我都讲的时阵换护法讲伊的资料。那么伫即个因缘内底号召练琴重发心愿，所以愿力很重要。愿力才是我们的护身符啦。我听马家军给的是讲，愿力是我们的护身符，也是家庭的平安。所以呢，而且甲咱共同勉励啦，咱讲书真正爱认真学，咱爱上会讲书灵美，才有法度人讲像咱即摆3个因拢有5000人派去了讲训班，到暗暝有绝对有暗暝，暗暝你会受着。因为你无压力，你就袂受着。像我迄阵开始学轮椅的时阵，我嘛学足久，拢爱去你学习，敢有压力？对压力。但是你学久来，你渐渐像我今要做一份资料，我免像以早写一个概念，我直接搭去电脑，因为你要讲这课的时候，你要先有逻辑，你开始坐落来要拍资料的时阵，你就有逻辑啊，你头仔你要安尼讲安怎讲，这样或许讲背山的音乐。那或许从缘起开始怎么讲，或者重点来下来，我就讲袂老高啊。在咱以前的代志，我即阵也袂使记起来，但是你个重点来下来，缘起来伊的过程，就整个忏悔什么，下来了，你整个讲起的较完整，跟报告加上咧，我今日较想着讲要找迄个90年11月初5，伫4球佛光中道院去天人夜班分享，咱迄个太感献心的时阵，迄种的影片，互伊看了后，愈会当相信讲因果经得经、因果经、仙果经，愿力更较精。这样我们或许整个分享起来，他们可能就会说。今天我的分享是在讲什么？这是佛法甲咱参考啦，甲咱共同参考。最后叫咱各位讲师呢，会当得海精进愈讲愈流利，这是咱爱上的重要。感谢天使，感谢大家，谢谢。感谢莲恩慈悲，前道一公，坤道一公，一起一班向无极老母行30公里，前道一公，再一公，3一公，感谢莲恩慈悲一公，坤道一公，再一公，3一公，感谢莲恩慈悲一公，一起持驾向无极老母行30公里，前道一公，再一公。3一公，持驾天人一公，持驾护天人一公，送驾电能师一公，坤道一公，再一公，3一公，持驾天人一公，持驾护天人一公，送驾电能师一公，归田圆完啦。